落飛嘅太陽星啊，83個半啊，都落咗幾多，97蚊落嚟嘅喎。齊歌唱咧就再褪啲添，上到75。好啦，排集方面就已經點好晒名㗎啦。紅燈到亮起嘅馬匹開始入緊閘㗎啦。原本就係7號馬千軍萬馬，有冇機會贏翻場啦？8號就急嘅起飛嘅馬啦，就係隻太陽星。呢隻勁飛前，上次都係不利追㗎啦，但係佢都咁勁嘅。呢個馬房都係可信性十分高啊！好啦，跟住入閘超級精神，睇下唔跑草地賽，加個眼罩跑泥地啊，得唔得啦？好啦，拼勁，最後拼勁入埋，全部馬匹準備多當4場賽事，4班12米嘅短途泥地準備。好啦，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前面快嘅馬呢，見到埋邊位置有呢隻千軍萬馬，中間有拼勁啦，咁啊內欄齊歌唱噶，咁啊大外檔呢，仲有呢個創出商機，中間位置就係香港至尊嚟噶。大約第6度啦，仲有歌聲飛揚，出邊就明威啊。後啲嘅馬匹啊，先見到有呢隻呢，就係超級精神太陽星啊，尾三紅之麗影啊，尾二位置呢，仲見到法中寶暫時包尾呢，就係嗰隻勁飛馳嚟噶。好啦，過晒800啦，千軍萬馬帶啊，咁啊見到中檔呢，拼勁立上嚟拍住佢一齊走噶啦，一路騎嘅喎。外邊位置呢，就創出商機啊，咬住個第4位呢，仲見到個馬匹有呢隻就係香港至尊啊。再後邊嘅馬呢，就係呢個齊歌唱響第5啦，後邊仲見到呢，就係呢個歌聲飛揚超級精神太陽星啊，勁飛馳喺埋邊上啲啦，出邊就紅之麗影啊，包尾嘅馬有明威同埋呢，就係呢隻法中寶噶。兜到嚟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呢，就係呢隻千軍萬馬，香港至尊都開始追緊佢噶啦。再喺後邊嘅馬呢，咁啊中檔位置有齊歌唱啊，內欄就係呢個勁飛馳噶。兜到最後200啦，千軍萬馬已經係走甩咗噶啦，香港至尊呢，就響呢個第2位啊，中檔有齊歌唱啊，埋邊位置就係呢個勁飛馳，接近終點啦。第1名呢，就係呢隻千軍萬馬贏啊，第2名呢，就係香港至尊，第3呢，就勁飛馳啊，第4就係齊歌唱啊。咁啊結果都係前面嗰冧呢，就翻晒嚟啦，後追嘅得一隻響內欄位置就係勁飛馳，千軍萬馬贏啊，香港至尊第2，第3就勁飛馳，第4齊